嗨，大家好，我是探皮叔，今天是2026年1月3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師啊。今天这個大盤走勢可以說是一個預演吧。早上一路下行而且出現跳水，大跌近100點就是滬指之後開始國家隊主力開始護盤探底回升，但是全天還是走出明顯的下跌。當然了，這漲跌不一上證指數是跌了0.96%，這也是這個1-2個月之內跌幅比較大的一次。深成指跌了0.66%，創業板指數漲了1.27%，北證跌了0.92%，兩市成交量只有2.8萬億，比昨天少了4000億當然這個量也不少主力賣出1100億。今天2453家上漲，2896家下跌。今天為什麼巨震呢？它的原因之一就是昨夜國際市場這個貴金屬黃金、白銀都出現了巨震。那今天 A 股的這些什麼黃金板塊白銀礦產等等都是暴跌。1月29日夜至30日凌晨，國際黃金市場出現極端震盪，非常刺激倫敦金網傳暴跌400美元最後好像跌了5%，回落200美元。白銀同步重挫8%，國內金市價格單日波動超100元，槓桿交易者爆倉，散戶多空博弈。最後到今天咱們滬指那麼跟黃金白銀相關的都出現了一個暴跌。黃金白銀這些貴金屬暴漲暴跌，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散戶在裡面能賺到錢，我不太清楚我感覺暴漲暴跌散戶很難賺到錢。每次直播的時候總有人問什麼投資黃金投資白銀，說實話我都是哭笑不得為什麼呢？對吧？你已經忘了自己是個韭菜，是個牛馬。韭菜牛馬能夠大批量的賺錢，那只能看政策，對吧？看物業恩賜。黃金白銀它這個價格怎麼漲我說不好。高盛說能到8000美元，還有人說能到1萬美元，我覺得都有可能吧。問題是那個黃金白銀漲到比如黃金漲到1萬美元，這和你賺錢有啥關係呢？作為牛馬，作為韭菜，不要指着買個什麼東西它一漲價你發財了，這個邏輯這實際上是一個認知誤區。表面上看成立實際上它是不成立的。買個股票拿着它然後就發財了。我們的胡適已經搞了33年不止吧，我記得是92年還是93年搞的，這麼多年這麼多人參與，有幾個人說他是通過胡適發財的，或者是賺到錢了，改變了自己的命運，讓自己上了一個圈層，而且還活着的，对吧？有很多人是通過胡適改變了命運，但是最終他是在天台上跳下來了要麼就是腿被人敲折了。你看看有幾個，然後你再分析一下，你怎麼可能就是僥倖呢？胡適都這麼難操作，你說黃金白銀這玩意對吧？它都不是一個規範的投資品。你買實物黄金吧，你看看前2天深圳的這個水貝黃金市場是吧？黃金料商杰沃瑞暴雷。你說你買點黃金，等它漲價了，你拿去賣，也有可能被別人調包，對吧？遭到黑手，也有可能說你那個黃金不夠純總之就是我們無論這個金價它是漲還是跌，這和我們牛馬韭菜賺錢它不是劃等號的。黃金那個東西我為什麼看不上呢？它連房子都不如。有很多人說這你說的不對黃金有什麼這個價值那個價值。我告訴你，這都叫信仰，就是你大家堅信它，所以它才有價值。那玩意不能吃不能喝的，它曾经也只有对吧，不到1000美元一盎司，幾十年都這樣，怎麼現在突然價值發現了呢？不過是個人家資本炒作的時候講的噱頭讓你相信了，然後它拉到現在5000多是吧？為什麼它不是個好的資產呢？我說它比不上房子房子你說套手上好，我送我倒霉，那你還可以出租你租出去了好歹還有點租金，对吧？夠你買2饅頭1個榨菜能對付。你黃金那玩意你能租嗎？对吧？那個資產放在手上，萬一要賣不掉那個你就到處金店不收黃金的話，你就歇菜了按照固定的價格賣給对吧社區，賣給物業，然後你說我帶到香港就賣，那你就犯法犯罪。你看黃金還得携帶出國是嗎？那玩意是個死的資產。也就是說作為我們牛馬這個韭菜不要考慮這些東西，它不是個什麼好東西
這個昨天那個私募那個林園就說了啊，但這個他那個邏輯跟我說的也差不多啊，他这个就是黄金没有什麼價值，你不要看它漲跌，沒有意義，創造不了價值。哎，林園說這是巴菲特說的，是不是巴菲特也不炒黃金啊？這我不太清楚啊。總之啊，作為我們韭菜來說啊，你持有黃金消費可以啊，你說對吧？現在好多這個年輕人結婚不要3金嗎？對吧？金戒指什麼的，那你消費可以，也不多嘛，幾萬塊錢。哎，要是你3年前買的3金，現在漲了，對吧？漲了3倍了。哎，你可以把它賣掉，你說拿這個錢啊去還那個按揭貸款也沒毛病，這算你運氣好嗎？哎，我記得啊，應該是23年還是22年，杭州不有樓盤嗎？買房子送黃金。如果當年啊你買了房子了，毫無疑問啊房價肯定是跌了，但是他送給你的黃金升值了。你黃金如果那時一直沒賣，拿到現在啊房子黃金都拿着，哎，你這個人把黃金一賣，黃金升值和那個房子貶值正好對沖了，這也算是走運了，這都是運氣啊，這都是命裡該有的，無需強求。所以你看啊，這個尤其2026年一過年，這個黃金白銀的價格就是翻着倍的漲，有很多人坐不住了啊，覺得自己不買就吃虧了。那黃金的玩意漲跟你有什麼關係啊？你對吧？你一天花10塊還不是10塊嗎？饅頭和榨菜它也沒漲價。很多韭菜總覺得自己啊錯過了風口，錯過了一個叫什麼改天換命的這個機會，錯過了一個叫逆天改命。實際上沒有必要啊這個懊悔啊，沒有必要這麼想。你錯過的不是什麼逆天改命的機會，你錯過的無非是一個差點摔死的機會。昨天晚上這麼一震盪啊，我估計啊，今年入市的這些炒黃金的恐怕都虧了，太嚇人了，對吧？暴漲暴跌的，胡適啊就不發這樣的人啊。為什麼這麼說呢？你看啊，胡適有個奇葩公司叫白銀有色，這公司大家一聽啊，如果你沒炒過這隻股票的，你一聽你就感覺我靠，白銀有色又是有色又是白銀，那還了得？現在是白銀的價格也是翻着倍的漲，所以白銀有色這隻股票啊，我看了，我估計得暴漲1倍不止吧，得2倍了吧。2026年開始啊，這隻股票遭到爆炒啊，但是可笑的是什麼呢？可笑的它的名字雖然叫白銀有色，但是它跟白銀1毛錢關係都沒有，公司也沒有任何什麼白銀跟銀相關的業務，它就是一家有色公司，只是地名，它所在的地方叫白銀啊，它的地名叫白銀，所以叫白銀有色，就像銅陵有色一樣的，是銅陵的地方呢。銅陵是個市，好嘛，這些散戶啊就瘋狂的炒這隻股票，這隻股票啊已經翻了幾倍。哎，如果你說這隻股票基本面還好也行啊，對吧？白銀有色不僅沒有白銀業務，財報公布以後啊，顯示啊公司是大幅度虧損，也就是這家公司是大幅度虧損的，股價居然漲了幾倍。所以你說這個胡適啊就太瘋狂了。這胡適裡面都是些什麼人呢？經濟觀察報說啊，說散戶樂觀升溫，機構處於審慎 ，A 股預期現明顯分化，金融業受訪者下調預期，合乎風控邏輯，以2025年末全部 A 股上市公司總市值之和除以截至2025年第3季度末最近12個月的淨利潤之和，作為 A 股整體估值水平的衡量指標，並確保分子與分母樣本範圍完全一致。就是有機構啊統計的啊，也就是把我們的所有的這個上市公司市值加一起，然後這些上市公司所有的利潤加到一起。當然了，這是截止到3季度的啊，因為年報還沒出嘛，第4季度這個利潤還沒有出來啊，所以說這麼一除的話，不就是算市盈率嗎？計算結果顯示，該估值指標較2024年末上升了22%，而同期可比樣本的淨利潤呢僅增長0.8%，表明2025年 A 股市場上漲主要由估值擴張驅動，而非盈利改善。這個就是我對吧？前2天說的這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啊，規上工業利潤2025年只增長了0.6%，而這個國企呢，央企是下跌幾吧，上市公司也是下跌幾，只有這個外資是增長。所以合到一起，整個的規上工業2025年是增長了0.6%利潤呢。那整個上市公司2025年利潤是下降的。你看这個是經濟觀察報說的啊，這個可不是別人唱空啊。經濟觀察報說的淨利潤僅增長0.8%，但是 A 股的估值可是漲了22%呀。我們看看啊，專家劉繼鵬他是怎麼說的？大家看視頻啊。對今後一段時間的市場的看法。現在從國際的情況看，中國真的是面臨着一次歷史性的機遇。高盛等幾家投行的研究報告都提到了，預計2026年中國股市要上漲15%，極限是20%。其實我過去對外國投行的判斷，總覺得他們也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
特別是美國的機構。現在美國的股市要看2件事儿，一个是特朗普特朗普不是美国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過去特朗普面臨過2次被彈劾，但是共和黨在兩院裡邊勢力比較大，都被阻止住了。現在面臨着第3次彈劾，特別是昨天參議院裡邊有52票對47票通過了一項議案，就是說你如果委內瑞拉再動手，經過國會的同意。特朗普呢，現在就想在經濟上大發展，他是想當美國的功臣。第一個是看中了這個委內瑞拉的石油，第二個是看中了格陵蘭島。但是現在特朗普的威信在嚴重的下降，已經低於40%了。從這個意義說特朗普本身選擇已經是自顧不暇。關於美聯儲的政策，其實對中國是決定意義的。美聯儲現在的這個利率是3.5到3.75，就是2026年會有幾次降息。特朗普認為就是你只抱怨的配合我，大幅度的降息，認為美國在他的領導下能夠擺脫拜登的很多錯誤政策，就能重新振興起來。但是美聯儲的降息政策，如果說這個月將宣布新的美聯儲的人選，那這種背景下，特朗普的想的起碼要降到2%以下，還有1.5個點左右。如果是這種情況，對於股市和黃金就都是利好的。但是呢，現在的情況就是美國的通貨膨脹確實在上漲，但是美國的就業指數不好，物價上漲不支撐美國降息，但就業指數是支持美元。在這個背景下，到底是美元的指數先下來，還是美國的股市先下來？我的基本的判斷。現在美國的股市已經49000點了，現在像巴菲特孫正義等人基本上都撤出來了，就認為着美國的股指已經在高點了。假如這個月新的美聯儲接替鮑威爾的人選誕生了，這種背景下，美元大家就看好，有利於美國的股指和黃金。但是很多大的投行已經都看到了，必須在海外尋找一個新的替代市場，這就是中國。中國現在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了資本市場。如果中國能夠抓住這個尊重資本、振興股市這條主線，中國就有希望抓住這次歷史機會。如果民營企業現在還是提不起精神來，那就不行。因為現在中國高科技在這一個時期爆發式增長，大部分可以能夠提出來的還是以民營企業為主，它不是看你的戰鬥機而且是看你的機器人大模型。現在中國確實是卯足了勁兒想把高科技發展上去，高科技要發展上去，一定要搞資本市場，因為貨幣金融不會跟高科技結盟的，那地方有風險，而資本市場就偏愛這種高收益的高風險。所以這種背景下，再回過頭來看高盛的研究報告，我認為2026年是大有希望的，但是前提必須要堵住我們的監管漏洞。我們容易市場一好起來，就忽視了中國資本市場的監管漏洞。可以看到，過去的18年，從2008到今天的2026，美國的股市漲了8倍，而我們呢，從6000點跌到了4000點，所以中國的是絕對有潛力的。高盛也認為中國的股票市場價格是低估了，因此外國投行如果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想新的一年他們會紛紛的選擇回來，而中國的監會、外管局央行聯合發了一個文，歡迎外國的證券投資這會兒來，給他們的額度還有這種指標都會在1天之內就給他們辦成。所以我想現在可能比較難處理的就是中國和世界的價值理念的問題。好在特朗普他本身是以經濟為上的，他現在是內外交困內部主要是民主黨對他虎視眈眈，就是想在中期選舉中打敗共和黨。第二個，外部
現在其他國家也都覺得特朗普不夠哥們兒啊，因此呢，對他也是說三道四。所以我想，特朗普是無暇顧及中國的。當然，他們防止中國，这是美國的一項基本国策。從這個背景下，整個的美國還是把中國作為他們最主要的競爭對手的。如果我們把握好這個局面，第一，在我們的內部經濟政策上能夠尊重資本、振興股市，我認為這是我們拉動經濟的不二選擇，一定能扭轉這個被動局面。第二，對外政策上，我們也應該盡量在國際市場上抓住時機發展上去。美歐現在矛盾重重，很分裂，主要是我們的國務院和國家隊在去年的行情中發揮了決定的作用。我相信在今年，如果在監管制度上把住下邊4點，第一個，大股東減持必須堅定不移的要把它限制住。第二個，量化交易没什麼可說的，這些私募的量化機構把他们的服務器放到了交易所裡，他們在物理距離上就佔先。量化機構只是造成了虛假的繁榮，就是交易量的上升，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意義。這個劉繼鵬老師啊，他以前自己說過啊，他叫劉4000，因為他以前啊，咱們滬市在3000點以下晃蕩的時候，劉繼鵬是大聲疾呼啊，他是建議政府啊把指數拉到4000點。他理由有很多啊，為什麼拉到4000點？那從戰略高度，對吧？從這個整個的金融資本、國際競爭等等國際視野嘛。但是它其中還有一個理由，對吧？非常重要，就是說指數到了4000點，對吧？財富這個市值增加了，老百姓有錢了，消費就上去了。現在消費有沒有上去？反正大家心裡有數啊。指數往上走，消費是往下走，沒有因為滬市啊到了4000點，消費上去了。現在這個劉繼鵬啊，以長慢牛姿態向5000點邁進。我不知道上面敢不敢聽他的意見啊？這麼操縱的話，指數能到5000點，我認為啊可以做到。你現在事實證明，對吧？你從2600點已經拉到4100點，他做到了，就是這個有力的大手啊操縱一下指數可以做到，但是誰負這個責任呢？我也不是說這個滬市你就不應該到5000點，這倒不是這意思啊。也就是說，你要是個健康的資本市場，對吧？你這個盈利能力，你的估值能達到，你的這個整個監管，你的這個市場的環境是不是透明、公平、公正？你在這種情況下，你地基牢靠不牢靠，對吧？你上5000點，你在沙灘上建高樓，滬市的平均的 PE， 對吧？市盈率達到多少？是不是處在健康狀態？我們假設整個的資本市場沒有那些亂七八糟的了，沒有欺詐上市，也沒有這個作假賬。好，那你這個市盈率能達到多少？平均，對吧？然後科技行業市盈率是多少？我們科技行業你給它80，那傳統行業銀行市盈率是多少？你去對比就發現了，對吧？這基本面不支持。現在4000點，我個人感覺有關部門已經害怕了。為什麼壓着不讓它漲？為什麼跌也不敢讓它下去啊？一下去那個成果不沒了嗎？但是這個在這個基礎上再暴漲，對吧？到5000點，誰負責任呢？誰擔這個責任呢？實際上大家去看一看這個數據就知道了啊。目前國家隊賣出來 ETF， 經人統計已經達到了 1.4 萬億，持有量的60%以上。也就是說國家隊從這個救市以來，好像這個公開的操作，對不對？他已經買了 1.4 萬億的 ETF， 現在國家隊減持了60%了，也就是說把2024年2月份以後增持的籌碼基本上全賣了，但是指數還沒有跌。這個國家隊一直在減持 ETF 如果按照目前的這個節奏應該在春節前國家隊就能減持乾淨了。如果那個時候指數還像現在這樣爆炒，對吧？像白銀有色、什麼商業航天、雞犬飛、升天、爆炒垃圾股，這種炒作氣氛濃厚我估摸着節後很有可能要重拳出擊因為他沒有辦法調控因為國家隊他已經撤完了這個，你看國家隊撤了60%了，就是救市資金撤了60%了，指數還在這兒4000億，有很多社保保險資金它是不能撤的那個人家是叫什麼？那叫配置，保險資金還有那個社保買股票那叫配置它是不能撤的，但是它可以這個調整倉位微調是可以的從這個股票調到那個股票有可能，但是它比如說社保資金的8%或者10%或者20%用來投資資本市場、二級市場，那它这就得往股票裡買。
保險公司也一樣啊，他這個是不撤的。那是前一陣子2年前不是國家隊救市嗎？大量的資金進來，那個國家隊那個錢是要出去的，它有資金成本啊。那現在是賺的盆滿缽滿啊，叫含淚，真的是國家隊又一次含淚把錢給賺了。我也不知道這錢到底是誰的，反正不是我的，我沒有參與。到底誰做的貢獻呢？不知道。我们再看看这個證監會也沒閒着截至1月28號，2026年以來，各地證監局面向證券公司及其從業人員下發的罰單已多達16%，多達16張，涉及相關違規案例11個，平均不到2天就有1張罰單發出。需要注意的是，此番被罰的券商以中小券商為主，尚無頭部券商因公司層面問題被點名。這個罰的理由比較多你比如說什麼江海證券涉及第三方介入投資者招攬活動，為有效防範從業人員利用未公開信息買賣證券。信達證券呢是客戶存在兩融繞標操作，監管的嚴監管的趨勢態勢高壓的態勢還在，但是我就不知道為什麼這不新增長已經2年了嗎？怎麼這個違法違規罰不乾淨呢？這券商券商是資本市場的叫什麼守門人是看門犬就罰了2年，這還有這麼多要罰的，所以我們是不是該看一看你這個罰的力度不夠大，還是什麼原因？你要這麼罰的話，那不是沒完沒了嗎？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禁而不止，對吧？越罰越多的這種怪圈，這種現象。總之今天甚至最近這段時間，這個滬市的走勢還有這個貴金屬黃金白銀這個走勢，這個暴漲暴跌，實際上給這個很多韭菜和散戶實際上是敲了個警鐘，對吧？早點收手，如果不收手的話，恐怕真應了那個《紅樓夢》裡那句話叫眼前無路想回頭，身後有餘忘縮手，是這麼說的吧？最近有一個基金管理公司很火了，爆火。怎麼火的呢？正好現在不是滬市比較火爆嗎？4000多點牛市。這個基金公司它有一個產品單日申購超過100億。一天就賣了100億這什麼概念？你說沒錢是嗎？你看人家這個基金一天賣100億，但是这家公司卻遭到了證監會的處罰。財聯社1月30日訊，近日某基金公司管理的基金產品單日申購量超100億，涉嫌違規銷售，引發多家媒體關注報道。監管第一時間組織開展現場核查，對相關機構的和個人依法從嚴採取監管措施。這到底怎麼回事呢？實際上就是這家基金公司與不具備基金銷售業務資格和基金從業資格的互聯網大 V 開展營銷合作，向其支付大額廣告費，以互聯網大 V 在平台上預告某日將大額購入某基金公司的 A 產品為噱頭，利用互聯網大 V 的流量和影響力，鼓動投資者跟進購買 A 產品，誘導風險承受能力不匹配的投資者購買中高風險產品。經查，公司未對投資者充分揭示風險，投資者適當性管理不到位。此前財聯社也進行過相關報道，大 V 實盤帶貨、養雞寶、小貝養雞等營銷平台的實時估值與加倉榜與銷售平台的導流行為，共同推動此次爆款機現象。大 V 實盤帶貨方面，有基金公司人士向財聯社記者介紹，當前電商銷售以頭部互聯網平台為核心的基金實盤生態，即通過公開展示投資者，也就是基金經理和投資大 V 真實持倉、收益曲線與操作記錄，並輔以榜單排名、社區互動，形成了高粘性、高轉化的內容銷售場景。在此次事件中，被推至風口浪尖的大 V 是愛理財的小楊。這些所謂的互聯網大 V 吸引了粉絲之後就把這些基金產品，實際上它是高風險的賣給了他的家人們。他的家人們看着這個大 V 推薦的買的，以為是保賺不賠好，結果呢，到時候賠了，他又開始維權。基本上都是這些貨色，都是做夢都想發財的人。實際上這個就是叫德邦基金這個大 V 很厲害帶貨能力很強一天就吸金120億太瘋狂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